冇試過坐得耐之後企起身嘅時候下腰酸痛？片中嘅客人做 squat 或者喺 office 坐得耐之後企起身會有右邊腰痛。檢查之後發現佢嘅右腰關節繃緊，喺突然增加運動量嘅情況下，令到腰椎負荷變多，導致佢腰痛嘅問題加劇。治療師會透過用 RF 射頻同埋針灸放鬆繃緊嘅背部肌肉，再透過手法治療鬆動脊椎關節。不過只係靠放鬆肌肉同埋關節並未能夠完全改善客人嘅情況。因應客人嘅需要，物理治療師會設計合適嘅運動，例如盤骨運動去改善下腰活動能力，配合深蹲同埋背肌訓練去加強客人嘅下腰同埋臀部肌力。Pilates 運動亦都可以協助客人加強核心肌群，從而減少脊椎嘅受壓。最後，物理治療師亦都會為客人嘅日常生活習慣提供唔同建議，協助客人長遠咁樣改善情況。如果有任何問題或者查詢，歡迎大家 DM 我哋。